来看高雄轻铁，这去年民众伫咧车厢内面的跋倒事件，高铁公司有受理11件，其中5件已经完成赔偿，4件还阁伫咧审，也那2件是无要赔。最近是有报纸写讲，这轻铁司机定定伫咧打动，互民众感觉真危险。高铁公司就表示讲，这轻铁的车速无紧，除非是这车当咧走，有紧急打动的必要。若准无者，这轻铁是真稳的。坐轻铁，若民众落车时爱细致，坐车的时阵可能嘛爱注意，爱徛个在看后口，避免司机打动啊，也是等我的时阵煞来跋倒。轻铁路线因为会经过86个路口，所以针对司机有一个防御驾驶的机制，随时爱提供一寡保守交通规则，行入轨道的民众甲车辆。也因为这个机制，可能对轻铁有定定打动的感觉。要上车下车都要很小心，都要小心，这个是自己的事，抓紧啊，小心啊。还有这个改善这样子。去年民众伫轻铁车厢因为跋倒受伤，高捷公司拢总受理11件，其中有2件无赔偿，包括有一位老大人伫车厢换位煞来跋倒。高捷公司表示，民众坐轻铁拢有大众接运系统的旅客运送责任保险，只要是因为轻铁的设备也是系统来造成受伤，保险公司拢会受理赔偿。某民众认为，坐轻铁安全问题，家己爱负一寡责任。那个乘客搭乘交通工具也是要自己保护自己啊，就是还是要自己注意一下。高捷表示，轻铁甲捷运无共，车速无紧，档啊嘛无捷运遐尼来。因当年也拢会举办驾驶员的评比，来提升开车的稳定度。记者柯卡祖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